大家好，怡田開心又嚟啦！我係心安，我係雙雙。2025年嘅社區消費大獎賞又開始咯喎。係啊，而家開始到6月1號，每一個星期一至星期五，全澳嘅商戶咧單筆消費付滿50蚊就可以抽取電子優惠3次㗎啦。不過聽講好多老友記咧仲未識用電子支付喎，不如今日我哋就嚟學下點樣用 M-Pay 啊！好啊！電子優惠呢，需喺每一個星期6日呢，喺全澳嘅線下商戶使用喎。冇錯啦，大家記得要參加消費大獎賞啊！今期分享就到呢度啦，記得留意返怡康中心最新嘅消息啊，同埋記得分享、點讚、留言。怡田開箱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